家的门，我发现一个暗门。这波幅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二次拍Roblox，这是第一次拍波幅。你们看，我现在没有钱。这有一个商人，他叫我拿一个150万给他，我现在只有28775。下一题我会努力给你们看的，给你们看一下里面会有什么。拜拜。这关。